有陣時太多嘅呢啲資訊，亦都會讓睇嘅人咧產生一啲嘅壓力，特別係嗰啲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翻到嚟胡思亂想，發活人生。相信呢個星期裏邊，香港人因為大埔嘅火災咧，心情都有好大嘅影響。由火災到而家，都有好多唔同嘅單位朋友咧，都出咗好多嘅消息，又或者係一啲嘅片咧，提供一啲嘅幫助。確實好多人喺睇到呢個新聞之後咧，心理上高係產生咗好多嘅壓抑同埋情感。甚至可能去到一啲嘅創傷嘅程度。喺上個星期我都諗緊會唔會出一條片去關於呢一方面嘅呢？但係我睇到已經有好多唔同呢類嘅片嘅時候，有陣時太多嘅呢啲資訊，亦都會讓睇嘅人咧產生一啲嘅壓力。特別係嗰啲有好強同感心嘅朋友，因為新聞嘅片段、慘劇嘅發生，已經對佢嗰個心理上高影響好大。除咗情緒低落之外，甚至可能影響睡眠啊咁。雖然我哋話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但喺社群裏邊有好多人，佢哋真係無論係心力或者係財力，都係難以好大嘅投入。又或者有啲人佢已經係作出咗一啲支援，但喺心理上都仍然留下一啲嘅陰影。我哋話簡單去分析嘅時候，因為嗰個災情對我哋係一個心靈情緒上嗰個影響，而我哋作出一啲嘅支援或者一啲嘅探究，呢個係一個理性嘅層面。所以我哋理性嘅層面作出幾大嘅努力都好咧，似乎都唔能夠幫助到我哋嘅心靈上嗰個嘅壓抑或者創傷。咁我哋可以點樣做呢？所以今個星期咧，我就提供一個比較感性啲嘅方法，幫助大家喺情感上高有啲嘅輸出。我今日想介紹一個方法，就係透過我哋嗰個靜心嚟對幫助。而我所講嘅靜心唔係話要將我哋嘅情緒壓抑，而係幫助我哋將呢個情緒嚟到去轉化，以至外在嘅情況唔再太深入咁影響緊我哋嗰個嘅心理或者情緒。呢個做法好簡單。就算我哋覺得我哋自己無能為力都好咧，我哋其實都可以喺心理上高借助一啲我哋所謂內在嘅力量。因為喺心理學上高，我哋話我哋覺得而家當下我哋無能為力嘅自己咧，其實係一種認知嚟嘅啫。因為喺心理學裏邊，我哋知道我哋係一個比我哋而家所認知嘅自己更大嘅自我。我哋叫佢做大我，或者叫做真實嘅我 （true self）。咁所以呢個靜心，我哋就透過呢個 true self， 或者你有宗教信仰嘅話，就可以借助你宗教嘅力量。嗱，點樣做呢？首先我哋揾個安靜啦、舒服嘅地方，唔受影響嘅地方坐低落嚟，慢慢做幾次嘅深呼吸，讓自己更加真實嘅安靜落嚟、平靜落嚟、放鬆落嚟。然後第一步嘅轉化就係感受下當下對你有影響嘅嗰個情緒感覺，你喺身體邊個位置感受到唔舒服，然後咧你為佢加添一啲嘅顏色，呢個係第一步嘅轉化。就算係你諗到係黑色、灰色都唔緊要。然後第二步咧，你就想像喺你身邊或者你背後咧，你嘅 true self 你嘅大我，又或者你所信奉，譬如話上帝、耶穌基督喺你背後，佢將佢嘅慈悲嘅力量亦都用一種我哋顏色嘅嚟到去表現，譬如話係白色嘅光芒喺從你後面傳遞俾你，讓你嗰個譬如話灰色、黑色嗰種負面情緒嘅感受慢慢被淡化。然後咧，你透過你嘅呼吸將呢啲負面嘅情緒去排出嚟。除咗排出嚟之外，亦都一方面將佢轉化為屬於你嘅大我或者係上帝嘅嗰個慈悲嘅能量。然後帶住你嘅祝福，將呢種能量嘅光投射去影響緊你嗰個影像。無論嗰個影像係大埔嘅火災，又或者
喺我哋而家世界上嗰其他嘅災難、戰爭都好，你投射落去，將你嘅祝福，將屬於上帝或者大愛嘅能量，透過你嘅身體然後傳遞出去，去祝福受災嘅災民也好，或者係戰亂嘅國家都好。時間做幾耐冇所謂，5分鐘、10分鐘也可以。又或者每一次你感覺到嗰個情緒係真係影響緊你嘅工作啊、睡眠嘅時候，你都可以重複咁樣將呢個靜心嘅練習嚟到去做。我哋唔係否定嘅事件，而係將嗰種嘅悲痛、嗰種嘅情緒轉化為我哋嘅祝福去傳遞出去。我相信一個開心快活嘅生活係需要更多嘅祝福同埋憐憫。我相信如果每一個人都有呢顆慈悲嘅心嘅話，唔單止可以讓你自己嘅生活有一個唔同嘅向度，亦都讓我哋身邊同我哋接觸所有嘅人事物都會有一個唔同嘅轉變。咁希望呢個小小練習都係能夠幫助到我哋大家，能夠化負面嘅能量成為一種慈悲嘅祝願，讓人間活得美好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。如果你喜歡今集嘅話，請你下低按讚、訂閱、留言、分享，同埋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咁有新片發放嘅時候就可以第一時間通知到你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